什么叫做我们修相形象？这个五蕴色受想行识，这五蕴，这二个结合起来物件，色就是外表，就是色体。修相形色是你的感受内在物件。这两种合做伙内底，那生一个生一个咱是因过去的这个业因，而造成了所讲正报之苦全，或产自定属为正报。这个讲法，咱爱了解，正属为正报。所以过来就是讲，所谓依报，就是你身体所依的果报，如国土、山河大地、万物器具，依着依报有名叫依报，就是即是众生依自之自的果报，如国土啦、大地、万物器具等所处的国土、社会、家庭等等现象。咱互我过去来讲，依住你这个肉体之外，所有的物件，包括你的厝，包括你的财产，包括你的经济，包括你的囝儿的事实，拢叫做依报。依住你的外口，拢叫做依报。而你家己的心叫做正，安尼听有啦这两种内底通叫依报性。所以呢，正报有福，当然依报自然就是圆满啦。正报无福，依报必然就是贫困恶劣嘛咱讲迄人确实安尼，当然无福。无是安尼，过去业因做来的物件，所以即款的物件咱一定要了解过去前的业因、现实业的果报，所以要甘愿做，欢喜受，甘愿行，就是讲你如果甘愿，毋是代表骗人来走，绝对袂安尼，你爱欢喜。所以咱互我尽量讲，我去材料迄个，迄个杂迄个物件，我尽量讲。我今日你过去业因造成你今日这个果，但是你爱好较无用来讲，你爱好来讲你袂使无好来讲你无好来讲是做麻烦的代志毋是你今日下面，我叫什么人来甲讲路出去啦，叫什么人来安怎啦，叫什么人要安怎啦？你欠人的钱，杀人的命，人找到你遮来，你都叫乌头压，敢有可能？我过去毋对，我忏悔。比如讲今日咱不幸开车搞死啊，迄话拢毋敢去到上街的厝，上街厝咱来拍呢，敢是话毋敢去招一寡人去，但你毋敢去，敢袂使无期钱？你无去，人愈受气对不对？你会足受气，我真正无小心，就看到会咱同咱来讲好势。迄话也要到咱厝内白去安尼，代表伊的生意白去，伊嘛足愧疚呢。迄种的忏悔的心，你甲做甲别人做甲别个人，本来会感，人这嘛毋是真正完受的。这是大家无小心去弄的，是伊会当甲你讲袂，会当甲你讲，所以这就是讲这。咱今日人生咱过去世所做的物件，那安尼咱即世人所经过来这当中，你面对着好甲歹，你面对着问题当中，你敢会使用这个乌龙善道甲人安尼无可能。所以唯有就是你行讲了外，讲过了，我就咧讲，就会去泰国，去办一个新老板，办一个北京一个。安尼你讲假，我本来就会去泰国办，开3天有法会，就2天的法会过，3班，第3天无代志啊，讲的时阵啊，迄个因为讲的时阵咧办，这个叫清考班，本来就甲讲毋啊，到尾讲就2个要请，2个要请，就咱请嘛是一日的既然有来啊。你即回若无请，等袂等2年啊？而且这个机会失去啊！安尼，到计去办成啊，第3日办清考啊，带来3个，第3个我想我变2个尔，早就3个啦。安尼，因就讲迄是8仙，是80几位，
去去见着一个70几岁啊，对啦，迄嘛有啦，去食麻烦的，看到啦。啊，迄个霸先就有称号，啊，想到要人到变成了称号。啊，因明甲我讲啊，咱要做你讲，付钱没有请，若无请吼，我来甲讲甲伊讲。但是你的感受安怎？人做生意来到位后，嘛两个翁仔某啊，因坐什么车你敢知影？迄乌道啊后边一个另外一个坐，较像日本人有无？啊，徛到那边个一个，啊，因翁徛到因某坐到迄个，啊，噗来啊，来叫一个，哦，暗到迄个叫来，暗到去个人较生着啦，哦，啊，就请啊，吼。对迄个早8点开始，到迄下晡4点，足正常的嘛。6万2秒，我迄暝到3点做一个恶梦，我恶梦做安怎说？一个牛条啦，小10几片牛条啦，啊牛条就是1块8，吼8，啊多30几片，哇，遮有哦，2块就10几片，看我，啊边仔3个啊攑迄个要拍只鱼。哦，看这有人我这车经验哦，我家己惊咧，我想我这老走，我来看这老迄只天老爬不起来，哪会？我走袂记安就对啦。我惊一了吼，我想伊若撞我，就要跳过吼，我准备要跳，我惊一了，我静一下对啦。我去干完啦，做这个恶梦安就对啦。我就困袂去啊，我想，敢会昨办到迄3个窗口出问题。我下早起来，我困下早起来，我讲我困较早，我问一日，昨迄3个吼，迄窗口遐吼，迄做啥物事了？我嘛毋知呢。啊，问迄个啥呢？英明，我想伊知影，伊咧助理嘛，迄太医跳，我嘛毋知呢。啊，毋知就刷对不对吼？我刷落去，我想我做创业网的，安尼啊，嘛要创业网要做甲广播安尼对。伫迄个时阵，差不多伫迄个，因为迄是我摆的窗口啊，礼拜，过一礼拜，过6天，因为我已经去清迈啊，因为我在4桥遐咧办一个客户办一个人，伊到结婚就跟我讲。建立副建立，各位这本书吼，要建立，拢用伊9年这个本所以今日咁情况毋是遐简单啊。你想副建立吼，昨暝吼，迄暝，哦，前国了迄暝吼，做一个恶梦，啊，看遮有吼，啊，就轻一点，你甲落下安尼对啦。啊边仔吼3个掠要抬遮有安尼对啦。啊，副建立讲惊着我精神啊，啊，伊也扑克啊，问讲。我问恁3个吼，恁3个咧做啥物事业？恁3个过去拢做啥物事业？我啊100仙的迄个翁就掠手咧，足诚恳的，我咧开门的。阿弥陀佛啦，我互你惊一下，我你若早说，我嘛袂互你请。我甲你这真正吼，我老迄只无撞咧，我省了哪无？哇呢，所以真正道真理真天真。过去所作之恶业，来自无明贪嗔痴。你会使无承认吗？你讲毋对，真正这物件。你今日若假，伊个喙嘛袂来甲你讲这物。但是我甲伊讲，我甲明明讲，因为我语言袂通啊，伊叫伊讲。在世发生无意识，加减仔做。你毋通今日去亲戚人讲我迄个，若安尼业未消未了，你是哪甲你迄个名？所以你讲，你业报啦吼，你想做一些，这个伊这个业报是过去的迄个业因来，所以现世恐怖呢，真正足恐怖，倒是真的呢，毋是开玩笑呢。所以我们所受之正报之依报，拢是法界。有是自身也有真实受这个受辱，非虚幻，令出离三界得解脱的攻击，如受逆境，自心不所动。
这个物件就了，这个叫做福德，这个叫做功德。啊，功德就是咧讲啥物件，就是咱这个自身有一个真心受用为希望，这个真心是讲啥物件？这个真心就讲你有一个灵，啊，这个物件就是这个俗，这个马腿。啊，因为你这个修会当去离出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解决即是上的功德。哦，如受逆境而心不所动。你今日要修功德，你来到这个世间拄到足侪逆境，你该接受来接受。你接受来接受，咱咪是唔甘愿呢？咱有点仔修到我所唔甘愿呢，唔甘愿你就啥唔甘愿？那是你家所做所修，你要唔甘愿什么啊？唔甘愿嘛，一修啊，唔甘愿，敢是安尼？所以才来讲，这个庄严是从庄严起，对这个庄严起呢，这个庄严爱从因地修来，所以这个因地就是过去修庄严的性格，你庄严的报身分，身有无量相，相无量的好，无量的庄严。正果也是修因的庄严出来的物件，所以讲正果是修因，修因就是过去，因就是过去因在修庄严，你这就简单庄严。佛陀修到成佛菩萨，修到第八也有庄严无？咱知影伊32相，伊8种本，那32相咱过去咱讲过啊，有念过啊。心有无量相，相无量好，无量庄严。行一支针头啊，这就有一项。过去，迄个佛光山啊，讲去大陆认一支啊佛子啊，佛的石头啊。佛子像。行这个佛子哦，有几万人要去，迄个高飞条要迎接这支针头啊。咱当时要招什么单位去？因迄干无够哦，台中维节老和尚哦，维节伊无来，所以人家这个佛子了上啊，就是足济人要搭配。所以你看，因迄嘛是一个庄严，不过迄个执着啊，咱才讲啦吼，就因地是庄严出来了。所有无有天性的福德，嘛无有自然的弥勒祖师，如是因。那得到就是个庄严菩萨，咱是修这个因地的时阵了，广受一切福慧功德，广受一切福慧。其实，咱先讲了吼，咱一个人，咱今日当一个人，咱人讲你爱一个人做简单，迄人有点我是旁边我唔知，有影呢？有点仔想要是旁边怎？有人生伫即个时中拢如意的，拢无安怎？即个后面讨论的。有点像伫时中啊一般内底，当咱要出什么物件，你唔知影，安尼叫做哪？福报不够嘛。但就是这物件。啊，虽然今日做，你今日修到是修什物件？迄个福报就是咧保咱的正报甲义报，安尼听无？福报就是保咱的正报甲义报。这叫做修福，但是修因就是修迄个功德，就是咱真正要办法的正法，咱要修正法，啊叫做福慧双修，福慧双运啊，无会双运，所以咱这个功德非常重要，就是讲伊过去，你敢毋知你过去一佛二佛三世五佛二千千经，你过去拢有修庄严因来啊。中央不当好，他菩提不求不求人间的福报，不求二乘的小果，因为爱是不向成佛，一切所做的变成什么？人间的福报，享受可能是招来不如意，乘的变成啦招来招。你修到你若无这物件，中央不当，因为伊无回向成佛，听好哦。我来讲一遍，52菩萨为42菩萨的叫做回向无用，因为你已经修10住10行过后，到第410回向，你无10回向过，你袂当见地菩萨。
毋通物件哦，我想做这功德哦，我真咧做，我真若做功德，我若平安时啊，我若去遐哦，我祈福，愿我所做，我今日所讲的，如果有功德，拢回向有无问题，我怎么拢安尼做？当时爬山的因缘，我爸我伫菲律宾讲下迄个49天，我有缘内底，我49天若有功德，我拢回向。哦，爬山时就来真好。哦，迄个阿查，因为发生这个代志，啊，我嘛想讲，我若有功德回向伊，互伊要变人好个。我这功德我老咧，我会欠欠。你莫欠啊，你欠来愈贵。你要费用愈济出去，你那功德愈大，哦，毋通叫做不自功那是自功，不自要是自得。所以你若如果积为功德，毋敢费用，你毕竟招来不如意，你毕竟未成年招牙白将，招牙白将就参着即个经济啊吼，迄个艺巧练起啊，迄个艺巧摆起来，哦，因此呢，你回向哦，即个菩萨哦，因此呢，你回向。佛果的菩提心境那会发热啦，听好啦吼。因为到第52菩萨位开始咧发菩提果，菩提叶啦。毋不然你头前40年人做落去，你后壁52菩萨位的地咧叫做初地，迄就发热，到遐就动了。所以呢，因此呢，你回向哦，菩萨哦，你才会发热哦，但中。着重最后必定伊会开花，结果观光果啦吼，这是一个因后要成佛的种种的因缘啦吼。哦，那安尼当中，你当然有这个叫八句啦吼，把菩提树摆条，佛严厉阿顺阿顺啦，佛小乘的什么人拢是那袂开心啦，不能是菩提大果，结果后就是。结菩提名好，到尾也当结菩提名好啦吼。佛上鼓励众生一定要发大乘心，为这个为小向大，为向无上菩提，才能够庄严正报，庄严依报吼。那安尼当中呢，这个功德其实拢是庄严自己的佛土啦。佛上咧鼓励众生啦。爱发大乘心，所以经文经的内底当中，如是我们一时佛在笑时，以求结果道完，以大必求长定清我发生。我过去就讲，必求就必求到在大必求长，迄个大必求长，迄大必求长就叫做回想向大。虽然讲这1256有过去都修外道。这嘛毋是真正佛门的正道，毋过呢佛道若无依据，培养以小向大，入这个大必求，伊袂当叫做这大，伊袂当叫做这个大乘法以上，干讲是安尼。所以呢，一定啊，回小向大，回小心向大乘，回向无上的菩提，咱最好的结果就是爱这个。但你爱这个物件内底，但你这个。庄严的正佛甲庄严的依佛拢无，那安尼当中呢，这个功德其实，拢就是因为安尼修的拢庄严，咱自己这个佛，但讲你所做拢为你较利，无拢无为着别人，所以不离金刚经啦不离到金刚经已经发表讲到40年，过去了，为着烦恼菩萨所发，就简单来讲啦你得发大乘心，讲修六道，修六道就是要庄严自己的佛土。你看迄个十方世界，所谓的十方世界，就是十方的净土，也是十方的国土的意思。因为伊这个佛土拢是七宝庄严，多么的清净，伊也是伊修因地的时阵自己庄严出来。所以这段话咧，甲你讲就是讲。咱今日所修的，就是一定要修六道，六道的菩萨道。咱过去是安尼讲，殊胜地，阿修罗道，阿罗汉道，甚至因缘法，就是辟支佛道，六道就是菩萨
说道，这来看就清楚了。但是你今日要修菩萨，菩萨道，当然你要修六道。唔过修六道内底当中呢，因为你的庄严就叫你把这个功德一定要回向，回向我咱的庄严。所以伫这当中呢，你十方的这个所谓十方的世界，就是十方的成道。东西南北上行，安叫做十方。所以呢，各地就是因为你有念，所以这个因地的时阵所庄严出来物件啦吼。所以伫这当中呢，七宝就是讲因缘有义，这个宝类地夫啦、赤珠马勒啦，这是咧讲七宝啦。所以呢，这当中呢，但是你们现在还没有成佛，要多修功德，要多修功德，在修因，在修因的时候，爱努力去做。这是梵教所开导的一个教法，先建立菩萨的法相，带来离开凡夫的相，二乘人之相，但是金刚经的发这法的上开始来讲，却连菩萨的相也未使有接触，安就对啦吼。虽然过去咱爱知影，咱即下就是佛，毋过呢，咱的就是功德，在修功德的时阵，要努力去做业，会修得比较凊彩。因为咱主要有庄严，就有庄严是无庄严，修得比较凊彩，修得若真正无认真修你毋是讲凊彩要成佛就要成佛，随随便便的。我去经理班，我甲看讲，咱修道人一定要有3重点。第一就是咱思维，第二就是咱科学，第三就是咱的言语。我伫经理班，我前面我来讲，你思维，你的思维有啥有？所以老早人讲，思维正念，即行为正念；思维恶念，即行为恶念。咱的思维足重要。你的思维多见变了。你思维见着见了咯，你今安怎相信你的所见？一定你对这个人无有正见，你思维就是无正见，足简单。你对这个人无欢喜，你思维无欢喜嘛，简单。毋过呢，这来讲，咱两个成佛，你要修因的当中，要努力去庄严。这个庄严内底当中就是讲，伫咱内心世界要无正见，怎庄严？你就是世界地面要怎庄严？这是咱修因，所以要努力去庄严。简单讲，就把你的内心世界去调整出来。你思维了要好正，你道学要深，你行为要正。总是袂使一个修人随便便啦，行为不变，行为不正嘛，完全无修嘛。敢毋是啊？即句话口袂就出来啦，讲物件死人啦，后尾做就切死人嘛。所以这就无好啊所以这咱家己要甲讲就讲，菩萨的相嘛会使讲。这后边这个内底当这个所以呢，咱想来讲，过去常常咧开导咱因讲修六道啦，行庄严自己的佛土啦，这个菩萨伊讲，那安尼咱敢有去庄严吗？三不过嘛，你有接着这个相吗？伊即句就安尼解问啦毋讲啦，安尼当中啦过去咱时常咧开导开导你们嘛。那你们要修广修六度庄严自己的佛子啊！这个菩萨有一个庄严呢。后边这部因为你袂使有执着这部就你袂使讲不良生存。释摩地是望到是心了道理啊，菩提讲庄严，因嘛袂使有庄严。因你袂使有庄严，就是我袂使有执着迄个庄严上。庄严就庄严是名庄，可以无？为什么原因呢？庄严只有庄严是名庄。因为这平均的做广告写啦因为这后边当中甲
做重要课内底当中，只有讲到哪里，因缘所生法，我说这是靠表明有见的颠道理，这三谛道理，这讲对三谛道理来，所以伊这后壁读书，嘛是较精彩，但是伊咱就是这个庄严，伊这庄严上，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讲，咱今日是安怎庄严，毋是天拨来的，是你过去道经修来庄严，你一生来庄严。咱的正果庄严，咱的依本来庄严。正果福报，正果福报，那安尼你的正果就庄严。你的依报福报，你依报庄严。感谢大家对咱拢足好的，你袂敌人，你大家斗阵来打。我想讲正果，正果，离迄个所在，反正我学了是那个所在。嘛前文，但是一寡人都安尼讲一寡，不差不多，前文听的，咱有家己心，咱嘛走过去。然后伊嘛咧庄严伊家己所以嘛有家己心灵这嘛是练功夫呢，敢是安尼，听着，但是咱要安怎消化？这嘛是讲个庄严，但是要认真做，认真庄严，认真就是随着因缘。而我无去甲接触，安尼叫做庄严。我去到迄个所在，有阵我听我摆一讲我问甲因伊是安有点啥有下着，咱来讲，有下着，咱嘛是甲你双人发起，嘛咧甲叫做内化自己，敢是安尼？叫做内化自己，这嘛是咧庄严发起。今日9点半时间到，咱后厝对庄严出去，这位庄严是名庄严，再开始来讲，安尼好无？好，谢谢各位。大众请起。感谢目前人慈悲全法为公。坤道地公，地干向无极南五行3公里前到地公，在地公，3地公，感谢目前人慈悲地公，感谢点灯之慈悲地公，坤道地公，在地公，3地公，感谢目前人慈悲地公，感谢点灯之慈悲地公。持驾向无极南五行3公里前到地公，在地公，3地公，持驾前人地公，送驾付前人地公，送驾点灯师地公，坤道地公，在地公，3地公，持驾前人地公，送驾付前人地公，送驾点灯师地公。哦，kamu na.